大家好，我是梁慧珍，欢迎来到台南在地生活。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贵宾呢，可以说是在台南市是响叮当的一位人物，他就是我们台南市的议长郭信良，郭议长。议长好。好，你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议长今天要来跟我们讲的是有关于台南市首座那个纸钱专用的环保金炉哦。那我想先请教议长，就是说啊，你对你动车时候是如何来用这个环保塑胶来争取的？迄当时咧，伫柯南台市长咧做的时阵，那环保局长是张煌正，是。那张煌正就率先提出说，整个的空污呢要零污染，所以就减少污染的，像就咱一般的信用的，像这金纸、集中焚烧嘛。是。那集中焚烧那位置呢，就选择在焚化炉。当时焚化炉第一档开始咧烧的时阵吼，就金纸、银纸，用环保局的车来了，就去环保局用一个卡炉同我落去烧。但是当时烧了，我第一个记录，我对这个宗教的信仰较虔诚啊，所以我就常常去甲看，安尼是袂使。你若会使从这金纸、银纸吼，含个粪扫蓝做伙落去烧。你安落去烧了，对于咱的祖先、对这生命嘛不敬啊。蓝的加做一伙，到底迄钱烧伊是用一袂用一嘛无清楚啊。所以你这个推广的起来效率，那个余力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吼，百姓认同度根本足歹去达到我们宣传的目标，嘛无人甲提起遐单啊。OK， 我就甲迄当时环保局长说，你这样不行，那你要先净空头的垃圾用迄炉做个净净的，伊原来过当第二当，伊就将这粪扫清掉了，炉皮肤拢清理好势了，专门来烧这个金炉啦。了这烧了了，我讲局长你这样子不行。因为现在你敢知，你甲烧了，你也没有来报告上冲，用上第三关内底所有的新民，请伊阵来遮，从遮来遮金纸的部分来做一个分发，无要烧啥嘛无清楚啊。所以迄当时伫这2档连续2档发生着足济咱风俗来讲叫做灵异事件啦包括大家报纸咧当现在看，我一届要去港仔西，迄7月。到尾港仔西拄有代志，我要走遐看，到伫这粪扫专业路顶咧，我到着讲，安那水冷车伫遐咧拍火，我到拍火伫遐看，咱一台载金纸的这个环保车，我无缘无故烧起来啦，我一台消防车伫遐咧甲拍，我咧甲问迄个伫遐咧甲拍火的时阵拄规个拢金纸倒咧个路顶无已经。规个倒甲咧烟蹦蹦佫可以倒一个，我看含在车就倒去啊。你我甲问迄个总书记你你嘛毋你咧倒这金的纸，你嘛无细字。迄阵香卡你毋着收无好势，无一个香卡，咱若无收无完，香伫遐有了运甲倒开啊。迄事情无啦，副局长也毋是安尼啦。我逐届金纸我拢嘛看足详细，拢大包小包入去啊。我无啥啦，就是讲嘛毋知影。那到半中午倒开，咱突然叫水冷车这啦民间来咧讲啦是一个叫做这好兄弟来咧切这像这个金纸。了我甲黄总说你这样子不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样对这些神明先人都不敬了。到林建山局长就讲，建山你是不是甲中央讨一卡炉专门来烧这金纸、银纸的专用炉啦？林建说，这样可行啊。所以在3年前就向环保局申请了较准的来起这卡炉到今年完成。今年完成了有一个好现象，但是还佫有还未去推广的工作必须要来讲互咱知影。这对这个。你这个百姓啦，你的心目中解读好了，伊的功能较产生啦。第一个问题就讲，既然做了，但是不足就讲，你这个路应该由民政局来控制伫这个殡葬管理所殡仪馆的附近的这个殡葬用地，或者是在咱这个文化部地顶管，因为啥啦？咱先前倒了，咱必须要烧课钱互伊嘛，伊量都足大差不多平均3、2天好日就咧出山嘛，总爱烧课钱所以课钱咱爱伫遐围课钱，今日是就伫遐围课钱，看来这个钱来化予伊的先人，安尼因较心莫较会安啦。你讲你甲收这个课钱收的，去伫港仔西较要落去花。这囝生是一拢看无到啊，这点嘛感觉怪怪，所以真是美中不足的对。未来的量若假使需要时，应该由
民政局去讨一卡路啊，来伫咱的殡仪馆附近。安尼了，这烧烤钱，你烧烤钱是种数量都真济啊。安尼会搁较理想。那么去到看了，我咧甲环保局讲，你做这样还不足，因为咱若普通正常，我有家己做一个 SOP 给咱所知影。咱咧超新明的所在啦吼，咱嘛知影三馆大地，三馆大地内底有分天馆啦，天馆的紫米大地伊是咧保温啦、净金啦吼。你讲水管大地伊是咧解压，咱的东引大地伊是咧解压啦、消灾，但地管大地。咱地管大地、清洗大地是咧处理坡道啦、库钱的代志，所以你伫这个路外边啊了，你必须要刻一阵呢，去开工点完了，请咱的地管大地伫遐，伫遐制定。当然当地土地公爱伫遐，当地土地公就讲你入来了，我要哪处理？有土地公有伫遐，但是咱的地管的大地抑佫无伫遐，这点是不足。你有处理是金纸，你无处理着银纸。这点环保局真啊不足的所在，爱去加强。第二就讲，咱咧烧金纸甲金纸，咱民政局甲环保局，咱爱去宣导讲，咱这烧金纸的部分，这金纸的部分，咱来甲大家讲就讲，咱来准备一张红纸，红纸内底顶悬爱写讲我地主啥物人，生时8日当时我都来做呾，我要将我这银纸，互我的祖先，是我的公啊，互我的妈，互我的祖啊，啥物人。集了偌济，夹伫一条纸安尼伫因内底，了甲送去遐先。安尼了去到遐，咱的清理大地就会当，你讲汇款啦，汇了伊，才当去安领款，才会到伊的祖先得到伊的手。你像咱足济大楼，你讲大楼伫迄内底，你找到10人要拜拜要烧，总是无方便。无烧佫怪怪，要烧要倒搭去，要烧你来甲写明。一张红纸写好势，安尼去了，咱自然就心较安嘛。你讲我庙，咱有足济宫庙祠坛啦吼，伊就因为所在较无够，所以大日必须要烧，另外准备张红纸，伫迄顶悬内底。地主某人生时8日人是住倒，我要有即间宫、即间庙、即间坛，下倒一尊神明，我是要天上神母，也是要天上帝，也是要保生大帝。你讲甲写好咯，要有倒一尊，安尼了你甲画的，去到遐内底，当然伫金纸的部分，土地公就会直接叫因遐来领，或者会回去伊遐。银纸的部分，你来要清洗大地。去做破坏的工作，安尼了百姓讲，我会安心，我才会金价去到遐，这有凭有据的，有字眼的，安尼了才会当会当有百姓认同。这对道教来讲的推动呢，较有迄个功能啊。百姓宫庙祠坛嘛较甘愿哦，从这金纸送来，互咱这个金纸钱集中分销这条路来做一个处理，较会安心。你若无安尼甲做的情形，你根本量外有限啊。个假是一个神明生日的，在中原普渡，甲你直接去条村里，你的路你嘛放伫遐，功能不彰啊。是这个可以认为成为全国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示范了。所以你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和民政局，你要跨局处将这个代志做好，这样才符合这个效应。所以要直达天听啦，一定爱讲生时8日啦，个包括讲你的主机拢爱写好清楚啊，无唔知讲你送对搭，就像咱拜拜共款啦。你若无讲你的生时日月，你家是问讲我叫啥物人，我唔知讲你的生时日月，也唔知讲我带对搭，是咪甲你保庇啊？比如讲你郭姓娘，但是郭姓娘是谁啊？全国郭姓娘嘛，这谁啊？问题唔知要对一个郭姓娘啊，对无？所以生时日月啊，甲你的主机一定爱讲清楚。所以最后是毋是迄个议长你有要补充的无？因为本身对宗教的信仰你都知普通正常伫宗教信仰是由台南、由北发展，咱较早是1府2鹿3万加4月丁。那这4大港内底，咱台南市占2大港，所有月丁港也是正咸水的月丁港。所有宗教文化神尊道术，拢是伫1661年地成公定律来台了搬过来的神尊啊。迄当时1661年内底，像比如讲，咱真足久的神明啊，拢伫咱台湾的。你讲上久台湾上久王爷庙，嘛是伫咱台南普济殿的。
对啊。即目前保生大地上久的，嘛伫咱台南呢。客家组织讲，迄一个800几栋呢。你讲台湾真上久的关帝新村，是嘛是伫咱台南呢？伫后巷三大地，迄就迄阵南宋迄阵较真呢。你讲台湾这5000岁婚龄上这，嘛是伫咱台南嘛。麻豆我庙安南昆新大天府啊，你讲上久的太子爷婚龄上，嘛是伫咱台南啊。所以妈祖的新村新名是由咱台南由南向北发展起的，所以这历史非常悠久。宗教的信仰嘛是由咱遮开始啦。所以讲这种哦深植民心呐，而且有足侪呢不可思议的代志，拢伫宗教里波当解说，所以对呢敬重是应该的，因为拢苦劝人做善事、做好人，爱积阴德、积善事啦。是哦，所以这个纸钱专用焚化炉来讲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那么我们今天是非常感谢那个议长来到我们台南的在地生活，非常感谢议长，同时也希望呢下次有机会能够再多邀请议长，谢谢你，谢谢。欢迎来到台南在地生活，我是梁维珍。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前副市长，同时他也是前台南市民进党党部的主委严全佐，应该现在要称呼严医师了哦。都可以。好，严医师比较长久，不要叫严爸爸就好。严医师啊，他是毒品专家。但我想哦，最近我们从这个很多的报章杂志可以看到的，就是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他们参加了很多的 party， 然后参加 party 之后呢，衍生了一些很不幸的事件。那对于青少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不知道严医师你怎么看待？因为你对于毒品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了解哦。是，我觉得最近那个小某的事情，他父母亲是外配嘛，对，他也新知入，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是父母亲原生家庭就已经有问题，就等于说妈妈跟孩子的之间的沟通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父母亲要多关心这个孩子。那我想我们现在的台湾毒品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那包括这个吸食毒品然后驾驶啊，造成车祸的问题啊。那现在很多的青少年为了家庭没有给他温暖，然后我们去求到一些温暖，想要经济上独立，就走上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个行业，它导致很多事件的发生。那我觉得台湾的毒品问题其实是非常泛滥。我记得以前我在处理台湾毒品问题的时候，跟维珍当时是台湾是以海洛因为主，那现在不是哦，现在是K他命、安非他命、摇头丸为主。那这类跟海洛因不一样，海洛因是属于叫做抑制性的毒品，它是抑制中枢神经。那现在这个是兴奋型，它都在一起轰趴，一起大家一起在玩乐。那玩乐的事件当中，因为玩乐过头，就造成很多不幸事件的一个发生。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可能要先关心孩子。那我认为台湾毒品的问题基本上是要从预防开始，预防是要注重这个宣导。那宣导不是跟孩子宣导，是要跟父母亲宣导。宣导什么呢？你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染上毒品的早期征兆，那有5个征兆。第一个就是你的孩子的开销突然间增加了，你看现在没有钱，到处借钱。那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孩子的功课也都欠债。那第3个是你的孩子的作息行为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过去的5、6点就起床，现在可能7、8点才不起床。过去多差不多5、6点就回家，现在7、8点还不回家，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过去假日呢都在家里面，现在往外跑，叫作息时间改变。那第4个就是他身上有一股怪的味道。那不管你是不是参加那种性爱趴啦，那全身有没有穿衣服？那现在衣服都在现场。那现在因为现在新兴毒品都是跟槟榔、酒啦、咖啡在一起在服用，所以他身上毛衣那个衣服有一股怪的味道。那第5个就是他的口袋、他的书包、他的抽屉、他的房间，不想让你了解是什么东西。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注意孩子这些行为的话，表示你跟孩子之间是有沟通的，他比较不会染上。那如果染上是早期，因为只有行为改变。那如果学校发现到，等于说他是一个违反校规，
是。那如果警察发现到是违反社会秩序，是，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是早期就非常注重，我就准备了3种让家长自己检验的试剂，一个是摇头丸，一个是贴他命，一个是吗啡跟安非他命。我们希望家长能够自己检验。是。那如果检验到的话，你的孩子早期刚在服用毒品行为改变，他是可以到医师那个地方，然后由医师呢本身来给他做个医疗的行为。是。那现在在学校里面如果被抓到的话，列入青春专案，他就是一辈子跟着你跑，你没有办法回头。所以我觉得整个台湾面对青少年毒品，你必须有个重大的改变，是由家长当第一线，然后来处理整个孩子的问题。是。那另外家长处理第一线，他也知道孩子的兴趣在什么地方，那让孩子发挥他的兴趣。是。那我们现在孩子呢，其实毕业之后找不到自己要做什么，都是很可惜。应该是要让家长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青少年议题其实是回到家庭里面，是家长要担任第一线。对。那我们教导家长怎么发现孩子在上毒品，然后呢，再从这个地方让他自己验毒，验毒之后如果阳性，给医师再次确诊，让医师早期治疗。是，这个是我在推动的一个政策。所以等于说是要家长自己要去主动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时候跟小孩子讲，小孩子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嘛。会听进去的孩子都不会吸食毒品。对，就是那些没有在听或者是没有来上课换课，是那些大概就是高比例。对，所以应该是从家长，而且家长的宣导不宜太繁重。对。那再来又要讲到就是有关于大麻的事件了，因为大麻其实在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讲它都是属于禁药，是违法的。不论说你是持有啦、贩卖啦，或者是吸食，这都是违法的。就在少数的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啦，这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跟乌拉圭。对，就这几个国家，还有美国的几个州，他们在合法的这个法律范围之内，它是可以吸食的。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但是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开始在认为说，这个大麻是否应该要合法？你怎么看待这个议题？我想这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就像同性恋要不要结婚？那其实在目前大麻有分作2种，一种叫做医疗性用途，一种是娱乐性嘛。那因为我本身是个内科医生，我非常了解。是。当你进入癌症的末期的时候，如果你吸食大麻，它会让你看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是。会觉得世界非常美好。是。那尤其是有些癌症化疗之后要呕吐的情形，如果你使用大麻的话，那么它会减少那呕吐的发生。是。所以医疗性的一个大麻的合法使用，现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开放了。是。但娱乐性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医疗行为，娱乐性纯粹是要看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我们到荷兰里面看到很多的荷兰的人从咖啡 shop 里面走出来都在笑。一直在哈哈大笑，看到美丽新世界啊！现在世界上有3个国家是医疗跟娱乐完全是开放的，是，就做加拿大，还有乌拉圭，还有荷兰。但是有些国家它是只开放医疗行为，是。那台湾是目前是没有开放的，对，不管是医疗还是这个娱乐，但台湾吗啡医疗是开放的，对，开放。那吗啡是1级毒品哦，那大麻是2级毒品哦。我想这议题非常复杂，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看待毒品的定义？是，如果这个人他用自己的钱去拿到这个毒品，然后自己食用之后再睡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话，是，那么他有没有犯罪呢？所谓犯罪必须是有受害的第三者才叫犯罪，是，那他顶多是危害自己的身体，是。那因为这个理论在目前台湾的民情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是。那所以那是我们看到香烟，看到酒。香烟的危害，香烟1年之内呢，有600万个人，全世界是因为香烟死掉的。但是大麻死掉的是没有半个。那你酗酒之后呢？你喝酒之后呢？那酒驾造成很多伤亡，而且酒又影响到肝脏。对。所以酒也是严格讲也是毒品，对身体是危害的。是。所以到底大麻能不能合法化？除了关系民情之外，可能我们要比较专业的分析，是到底它造成人体多少危害？对，其实危害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只是看那个美丽的新世界。青少年的行径会比较跟以前不一样，你就会害怕嘛。所以我觉得大麻，其实我们应该给他考虑的是不是可能列入3级毒品？是。所谓
2级、3级什么差别？2级就是说你吸食是犯罪，是，但是3级呢，吸食并没有犯罪，是，但是你贩卖、持有、你运输、你制造都是犯罪。是，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是应该从2级改3级。现在的这个 K 他命，就是3级毒品嘛。对，3级毒品嘛。那像有些人是因为说应该把它改成2级啊，但是2级之后你要进去关嘛，那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处理？是，所以他所考虑的不会是单向。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这个议题呢，在青少年里面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我想在美国里面，他们大概60%的青少年都有吸食过大麻。所以美国现在他们州是本身许多州都开放，本身大麻的医疗行为、医疗的用途是合法，是，但是联邦政府对却没有开放，只是做这种开放。所以你这一州跟这一州的法律不一样，是。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要这议题呢，我想暂时的民意是没有办法不会去通过的，但是我想可能大家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那他们慢慢接触到各种，因为自己的空虚跟寂寞，接触到自己的许多的外来的物质影响是越来越大哈。是。我本身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我相信从医师的角度来看，如果从危害的来看，它不会比酒、比香烟危害。是。是。那如果是毒性的话，它也不会比海洛因还毒。但海洛因是目前的医疗已经开放了，那是大麻却还没有开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番思考。是。对。所以这个大麻是否这个合法其实要好好的再去思考，而不是像以前一味的认为说这个大麻它一定是违药，就是一定是违禁的哦。所以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严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感谢严医师，谢谢你，谢谢，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再访问严医师，拜拜。好，谢谢。